近处的万家灯火，思念随风来，徘徊无言只是落的释怀。该有的豪迈，梦想的勇往直前，没有了依赖。朋友的祝福满载落叶中依来，期待阳光才藏了真爱。从远窗的外，繁忙的车水马龙，梦想着不在。近处的万家灯火，思念随风来，徘徊不言只是我的来释怀。该有的豪迈，梦想的勇往直前，没有了依赖。朋友的祝福满载落叶中依来，期待阳光在藏了情海。春去秋来，花谢会开，思念化作力量，存在在这城市心相爱。啊咿呀，啊咿呀那哎呀哦啊哎耶呀，哦啊咿哟哎呀哦哎呀哎呀哦哎呀，哦啊咿呀，啊咿呀那哎呀哦哎哎耶呀，哦啊咿哟哎呀哦哎呀，哦啊咿哎耶呀。春去秋来，花谢会开，思念化作力量，存在在这城市心相爱。哦啊咿呀，啊咿呀那哎呀哦哎哎耶呀，哦啊咿哟哎呀哦哎呀哎呀哦哎呀，哦啊咿呀，啊咿呀那哎呀哦哎哎耶呀，哦啊咿哟哎呀哦哎呀，哦啊哎哎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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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大家晚安。我是今天的第二个暖场的。大家好，我是陈磊。好听一点。就有没有海边的孩子的感觉啊？我是变陈磊。陈磊去海边的。不要破坏刚刚好不容易培养的气氛。欢迎大家来到海边的孩子，谢谢你们给原住民纪念一次机会，谢谢。我干嘛说要做3次，然后所以才要办这样的表演，你们的钱，谢谢你们了。你们应该被骗到了，这样。
好，我继续唱，然后接下来唱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作品，《父亲的话》。海边的孩子搬到今年第5年了。我不晓得前面几年的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第一年的名字很奇怪了，第1年叫为部落青年而唱。当初的反正是因为要就是把演唱会的收入捐出来，就取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然后慢慢的就有很多朋友帮忙，把名字也修正起来，变得比较轻松好玩。做3次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就是海边的孩子这样，因为都兰靠海，然后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孩子，所以当然这比较轻松的方式，然后去
续办这个演唱会啊。很快哦，我觉得今天好多人吓到我了，因为第一年办海边的孩子的时候只有5个人，而且门票一模一样贵。真的，我很怀念那个一开始支持我上海边孩子的5个人，不知道还没有在？真的假的？是你啊？对，记住了，对不对？哇，明年了，很快啊，从5个人到现在，好快哦。然后很感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来看，谢谢。然后我唱一些，因为我大部分都唱国语歌，就唱母语歌比较多。然后准备几首国语歌，然后让大家喜欢，因为我妈妈有来。我特别想要唱这首，这首是一首老歌，叫不要找我妈妈，她不会让你发现。这个叫你怎么说？邓丽君姐姐的歌。我没忘记你，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2天来看我，一人就是300又15个日子不好过，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讲到还我土地，好吧？刚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唱，好像有些朋友不愿意开口，是怎样？装年轻哦。这也会啦。我要
唱这首很年轻的代表作《舞娘》。妈，跟我一起唱《舞娘》好不好？我很时尚，我唱一些海边很时尚。好，那我要邀请我的部落的弟弟们，我们一起欢迎苏碧、老少还有安爱，我们部落的都兰的青年。他们就是我从第一次的海边开始赚到那个5个人的400块。然后养大的孩子，5年前他们还是国中生、高中生，现在都当兵退伍了。掌声一下好不好？孩子长大了，哦，怎么那么大？尤其是最右边的，长那么大了你。好。然后，当然哥哥出来赚钱很辛苦，所以要叫他们跟我一起出来赚钱。我不甘心只有我一个人出来唱。好，一样唱了上一张专辑，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刚刚5年嘛，对不对？他回来就奇异的妇人。 ，5年前，当然，哥哥出来赚钱很辛苦，所以要叫他们跟我一起出来赚钱。我不甘心，只有我一个人出来唱。好，一样唱了上一张专辑，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刚刚5年嘛，对不对？他回来就奇异的妇人。
啊，对对，年轻时候出去外面闯一闯，但是不要忘记自己有一天会回家，好吧？唱这首歌《七亿的夫人》。
面，还是你们睡着了？不好意思呢，让你们罚站了。我也是站着啊，有没有公平？然后其实5年下来，其实最多一开始弟弟妹妹的人数也没那么多，就是我能赚的钱很少，海边孩子的收入也没多少。就一开始那个5位被骗的，很感谢你们决定让我有信心继续骗下去，就这样子。当然有一阵子办了很多海边的孩子，就是除了台北以外开始有巡回，然后为了要让大家知道我的理想，也顺便吹票，于是又开始办了很多演讲。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听我的演讲然后来看这场的，有吗？没有，你们是哪里来的？奇怪了，怎么这样？然后就是用演讲的方式去告诉大家的理想，就是为什么要办海边的孩子？一开始是我觉得部落有很多文化的东西，都是老人家会，可是年轻人不会。然后政府很积极的要保存原住民的文化，所以他们很保护我们的阿公阿嬷，是他们没有保护我们。他就是一直等阿公阿嬷越来都死掉了，然后那些东西收集起来都采集好了，就放到博物馆了。怎么会这样？我就觉得有点看不下去。然后真的有要政府要做一些活动，或者是长辈也要做活动，可能我们的长辈也太习惯补助了，补助我们才要做啊，没有补助没有钱呢，就好像没有补助我就不是原住民呢，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决定说没有钱最简单，我去唱歌赚钱，于是就开始有这样的商业行为。很理想，我们真的想得很理想，然后办一场演唱会这样，然后一定很多人会支持我，然后让他们认识我的部落，还有我们部落美好文化。我决定办演唱会，办在都兰，然后5月，我未来有5个，我不要卖400块，然后那时候准备，他以为会爆满100多人，还买了4箱啤酒。那5个人加我6个，加 PA 大哥7个，我们喝4箱，很难忘的回忆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当初有5个朋友怎么来的，可能也是跟你们一样莫名其妙的，因为听演讲就来了，就来了。可是我觉得好像理想很棒，事情方法不太一样。所以也是带着这样的故事，我来到台北，我决定在台北开场，然后就慢慢的有一些朋友来加入，也有一些基金会来帮忙，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可以，不要补助我们，但是请你用投资的眼光来看，我们是基优股，我会做得很好。开始有钱了，部落活动也顺利的去进行，就是带着这些弟弟妹妹去学一些传统的技能，学校不会教的事情，部落也很久没有在教自己的下一代的事情，就用这笔经费当做他们弟弟妹妹们的教育基金，就是传统技能的教育基金，顶多就是吃的，然后好一点有可以住帐篷、被睡袋这样，当然消费很快，所以开始也决定要买一些器材，就买了很多桌椅啊、翻刀啊、渔网啊，或者什么的工具，投资越来越大，然后也因为投资越来越大，所以商业行为就要越做越大，就开始懂得去找一些伙伴们来帮忙。不过像这次海边的孩子设计有没有很漂亮？有，厉害哦，时尚哦，超漂亮。可是我觉得他把我画得太胖了，我在减肥，不要这样。然后传统技能学会啦，就是弟弟妹，我决定教他们练习表演。就我不知道我能唱到什么时候，我就开始就是因为那边都是运动员，你看这3个都是运动员，唱歌不是他们的专业，这样慢慢的让他们也习惯表演这件事情，经营我们自己的文化，看有没有可能，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能力。
他们是海选出来的。果真是越做越大，第一年就觉得应该要带他们出去看看，所以除了带他们来台北表演之外，决定带他们出国。很厉害哦！我哪有钱带多的孩子出国？真的就被我赚到那个钱，就带第一批孩子们，就每年就选2个带去加拿大，然后第一年哦，加拿大，部落没有人去过加拿大，在哪里？坐火车吗？还有那个阿公阿嬤，因为都隔在家里面，阿公阿嬤很怕，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地名，加拿大在哪里呢？所以他很怕我把他孩子带到比台北还要远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其实花很多时间沟通，结果孩子很顺利的跟我一起出国。第2年带2个去法国，第3年带2个去香港，结果都有跟我出过国。有一个没有出国，很可怜，孩子你要加油。然后介绍一下那个没有出国的叫安爱，给他鼓励一下。然后这个去香港的马少，然后这个去上的就是。像这样的朋友来了，慢慢就这样子，哇，变国际事业了，然后很夸张哦，演唱会可以搞成这样，我觉得很夸张。下次我们再夸张一点啊，下次啦，谢谢你们今天支持我，谢谢你们尖叫我。然后我就带来一首我们那时候就去年去香港表演的一首很好玩的曲子，我们自己改编的，来自香港的偶像郭富城。失去了主张，胸中沉醉的宝藏，抓住你的嘴巴，把只能这样，把微笑当作信，却怎么也穿不出你。
耗死。哦，为什么会有这张？不好意思，破坏形象。好，我在干嘛？你们还可以吗？还冷静吗？然后每年都出国，今年想要带也是两个部落的小弟弟妹妹们，看能不能去日本。已经在筹划了，然后希望可以顺利的成行。就一年一个国家，然后故意差点住你的妻子。我把我土地管到国外去。不要这样。然后，好吧，唱一首，就是也很感谢一些帮我牵线，让我有机会出国，然后甚至有机会让我带这些弟弟妹妹们一起出去开开眼界。纵使我们没有做什么，就是去国外唱歌，可是对我来讲，甚至对我们部落的，我觉得下一代的弟弟妹妹们，真的是大开眼界，去另外一个国家看看，然后更自信的在那边唱我们自己长在我们自己土地上的这些歌。好，有一个朋友今天没有来，然后他是让我有机会去日本唱好几年的一个朋友，叫青木优香，就青木优香。我跟他合作了一首歌，很能够代表我。有时候我一个人很努力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种一开始的寂寞的心情。这首歌也陪伴我很多在国外的日子。那这首歌 solo， 随便 solo。離れた長い空託した夢ここで始まるさ強く過ぎる角度の想いの一人の道離れるようにこここんばんは。私はスミです。僕は台湾原住民のアメ族。よろしく。ここに来た頃のあの頃の自分を思い出してよ。自然な何も持たずそっと迷いもなく守りもなく十分な今日も希望先の空景色は一人の道その始まりは風のよう
谁来爱我？烦恼太多不想由我来放手，别在多懒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去过多了没有？有人没有去过？火车站没有这一站，请坐到台中总站，转搭公车，交通好方便。有机会来吧，多兰很漂亮。海风吹过，树叶破碎，歌声从来没有停过，快乐旋过，不知以后有谁来爱我？烦恼太多不想由我来保守，别在独揽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别在独揽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梦，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谢谢。好，给我一点点时间喝水、换衣服。对，待会的主题是夜店。